家己关人口老化，不过公共交通甲医疗资源却是无讲达位拢真平均。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县政府找中基病医甲汽车公司来合作，打造2台全国唯一使用100的医疗专车，希望会当提供给时大甲偏远地区的民众较好的医疗照护。那全身扫描6分钟，在台湾来讲，它是算最快的。洪小叔介绍这台检查高级密度的机器，是市面顶上先进的设备。检查一个部位40秒，卫生区6分钟。时大检查了后，资料阁会当透过网络传去病院，随提供予医生判断。另外一台女性检查专车，嘛使用上新的数位翕相，提悬检查的准度。有最先进的 DEXA， 就是骨质密度，还有的一个检测。那甚至我们还有搭配我们的数位摄影跟心房纤维颤动的一个 AI 的一个智慧检测，还有智慧眼底镜等等。家己县政府配合中基病院甲台塑共同开发智能医疗专车，唔但使用环保标准的客车底盘来打造，阁使用锂电池取代柴油发电，包括它的能源都是用锂电池。包括它的很多的净零排碳的节能减碳都有考虑到的，包括智慧科技跟整个这些医疗系统的结合，我们也结合到了。家己县因为公共交通无利便，造成医疗资源重起平。37天，家己县正式启用这2台新开发的行动医疗专车，希望会当提升偏乡的医疗服务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